国河北一间煎鸡肉店今日早起怀疑是假死涉漏爆炸，上无有2个人死亡，26个人受伤。白金心氏症是病例增加上紧的病，根据美国上新的研究，这款病可能甲14种农药有关联。幸好国都瑞典这几年治安一直在恶化，乌道招无移民的囡仔未到杀人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镜头换来看中国河北当地燕郊镇一间煎鸡肉店，今日早起怀疑是因为瓦斯泄漏爆炸，规栋4层楼啊悬的厝规个放起。根据当地官员下晡2点外的讲法，上无时已经有2个人死亡，26个人受伤，这死伤的人数有可能会阁增加。哇，楼炸了！响响爆炸声音，互驶车人惊一跳，甚至不出真大火球。中国河北三河市燕郊镇文化大厦路口一间煎鸡肉店，13早起接近8点，疑似加速外泄造成起爆，规栋4层楼的建筑拢放落去，大量残骸喷出来。因为多是上班时间，真侪车拢扫到风台尾，其中一段影片佫发现有一个混人人互落落的物件降倒在地，为驾驶是直接弃车逃走。烟特别大，再过来消防就来了，那火也特别大。我在家，然后正睡着觉呢，不是找工作嘛，然后没找工作，在家躺，然后呢听见那个门响，然后窗摇晃，然后我以为是地震了呢，然后来到看是爆炸了。代志发生地点外学校，当局马上派36台消防车甲154个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火势了后也得到控制，其他救援工作依然在进行当中。不过这几个月，中国发生连续严重事故，3月到即马，安徽山西河北等地连续发生工厂甲矿坑爆炸事故，伤亡无清楚。法新社报道，中国因为安全标准加零，甲执法不力，常常发生爆炸等公安事故。虽然中国领导高层承诺要促进场所安全工作，不过目前看起来无啥物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最近有几两个出麻的病例，其中有8个人是在共一架飞机是群组感染。官员就呼吁民众赶紧做预防针。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一个南韩的传教士伫咧罗西亚境内帮助北韩人逃离开北韩，是去互罗西亚以间谍罪抓起来。是头一个因为间谍罪去互罗西亚抓起来的南韩人。英国《Times》报道，中国、罗西亚、伊朗3国的海军是伫咧阿曼湾联合军演5天，因为美国甲英国军队嘛伫咧附近的红海，这小比拼的意思是真明显。稍类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西班牙的主线组织派救援船送200吨的假失去假沙，是头一批走水路的物资。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白宫宣布用国防采购省落来3亿美金，成军往乌克兰，互因动几礼拜啊。国防部的官员是呼吁共和党赶紧互600亿美金的援助过关。白金心氏症是目前全世界病例增加上紧的病，到2040年的时阵，全世界可能有1200万人得病。这款病症是手会颤、筋脉硬气、动作慢，阁会失去平衡感，所以讲可能常常会去摔到。提醒大家，若是有以上的症头，都要赶紧去病院检查看卖。根据美国今年上新的研究报告，白金心氏症可能是甲14种农药有关联，其中草灭症、草脱症甲灵丹是上界危险的。不过，咱目前台湾是干那禁灵丹，其他2种农药拢有在用。骹手一直颤甲动作障碍是帕金森氏症患者的主要症状。疾病起因是人体脑部物质组织多巴胺神经细胞退化所造成的。得病了后，体内无法度去制造多巴胺，造成病患运动障碍、医学界到今也无法度确认帕金森氏症的成因。4月份特别伫美国神经学会2024年会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特定种类农药可能对大脑神经元造成帕金森氏症的产生。研究人员分析2000
100多万份的医疗保险数据，发现有14种农药甲美国路基山脉甲北美大平原地区得到帕金森氏症的风险提悬有所关联，其中有草莓精、灵丹甲草脱精等3种农药的致病关联性上界强烈，目前后面甲英国禁用这3种农药。这份报告还未经过审查，不过已经提供医疗界甲研究人员新的研究方向。2018年国际研究就指出，帕金森氏症是目前病患增加上紧的疾病之一。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针对帕金森氏患者出现幻觉的病症，研发出检测工具，试验将2支机器手骨放伫帕金森氏患者的头前甲后壁，后壁的机器手骨营造存在幻觉，也就是身躯后壁亲像有人的效果。受试者透过虚拟实景眼达看荧幕的图片，回答看到几个人，照出会当检测受试者敢是有认知失体风险。They overestimate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they see on a picture which is flashed on their screen. 这项研究检测170名帕金森氏患者，有69人出现幻觉的症状。研发也发现有存在幻觉的病患，佮较会将图片内底的因素算较侪。As there are no therapies for cognitive decline in dementia at the moment, you have to start the therapy very early. 研究这个团队也佮开发线定版本，希望会当收集佮较侪实验样本数，来知影帕金森氏症的奥秘。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联合国将发表一份报告，讲2022年全世界5岁以前死亡的囡仔人数是有史以来上介少的，头一届无到500万人。对2000年到今，这5岁以下死亡率是减少51%，主要的原因是这接生的技术进步，有子有风险的囡仔嘛愈来愈多。非洲民众排到热汤堂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替因的囡仔来量体重。工作人员阁交代父母爱安怎去注意囡仔的身体健康。联合国第10日发表一份报告，第2022年全球第5岁进前死亡的囡仔的人数是创历史新低，死亡人数差不多是490万，第一摆伫500万以下。对2000年以来，全球5岁以下囡仔的死亡率是减少51%，尤其是柬埔寨、马拉维、蒙古和罗安达这个国家，过是降低75%。原因包括卫生人员帮助当地妇女安全生囝、替囡仔做预防针等等医疗进步的做法。但报告又愿警告，真侪地区嘛是有真侪无平等，亲像经济袂稳、气候变迁，也是新冠肺炎的影响。会使讲这种进展，即摆犹原是无稳定的。It is not a good story because 4.9 are dying a preventable death, and they're dying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political will, there is not enough alignment, and there is not enough focus on their lives. 研究人员讲，为着实现联合国到2030年，甲5岁以下囡仔的死亡率降到每1000个新生儿25个人的目标。目前有59个国家是正需要资金来执行囡仔的健康计划。全球估计有64个国家无法度完成甲囡仔满过死亡人数降到每1000人12个目标。意思就是到2030年，按算会有3500万的囡仔会伫5岁进前死亡，地点会分布伫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这中低收入国家。The major causes of death is pneumonia, is complications at birth and the first month of life, and also infection and malaria. 报告内面指出讲，这种性命损失主要是对一寡会当预防，也是会当治疗的病来的。伫查德、奈及利亚也是索马利亚这个所在出生的囡仔，伫5岁进前的死亡率是出生伫芬兰、日本和新加坡囡仔的80倍。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讲，无应该因为囡仔的出生地来决定因的生死。公司新闻新六倍编译。接落来，带大家来看这黑道招募囡仔做歹代志的议题。而且咱今日要看的，毋是治安歹，也是战乱的国家，是互人号做幸福国度的瑞典。伫瑞典的囡仔，尤其是移民家庭的囡仔，会行歹路，就是因为这未成年人犯罪罚真轻，所以讲黑道就利用因媚毒害人。若无法度帮助即寡移民甲当地社会好好相处，问题恐惊是无法度解决。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这个主题区，看起来风景真水、真安静。但是行脚我一看，规涂骹拢是碎玻璃，公寓的门阁去互穿，大甲密密茂茂。原来昨暝伫遮拄发生一件枪击案。
事实上，瑞典最近这2年来治安恶化非常严重，乌道的帮派为着抢地盘，互相开枪相战，甚至是用炸弹甲厝炸甲脆糊糊。新闻一讲讲，拢是帮派暴力的消息。In the beginning, I didn't do it as much, and now it's just really escalated. Like almost every week, I'm covering these sort of things. 互人更较烦恼的是，这暴力案件真侪拢是青少年所做的。根据瑞典的法律，未成年的少年囡仔若是犯罪，上悬敢若会判4年徒刑。所以乌道帮派就开始大量吸收青少年，尤其是外来移民的囡仔，互因来负责做一寡卖毒品，甚至害人的歹代志。Jag skulle säga att rekryteringen sker överallt. Den sker i tunnelbanan, den sker på biblioteket, den sker i centrum. Överallt där det finns barn och unga, där finns de också. 根据瑞典警方查到的资料，有差不多340个15岁到17岁青少年手头有非法的武器，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8倍。瑞典的首相公开表示，要派军队来对付这些帮派甲囡仔兵。Svensk lagstiftning är inte utformad för gängkrig och barnsoldater. 在瑞典郊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区内，过来爸爸甲囡仔送来学踢骹球，而且伫边仔顾条条，就是希望减少囡仔接触到帮派的机会。社工人员讲，其实这个移民家庭嘛感觉真无奈。Det är många föräldrar som är väldigt oroliga. Det är många här som har rymt ifrån krig och liksom har trauman och så kommer de hit och liksom upplever nästan samma sak. Så det är verkligen sorgligt. 专家指出，瑞典的外来移民拢集中住伫甲外界隔离的社区，移民的囡仔以后嘛无机会找到啥物好头路，才会去互帮派利用。所以要安怎互移民会当容易去主流社会，可能才是解决这种移民囡仔兵问题上根本的方法。记者感恩编译。咱的友邦海地动乱，总理亨利将宣布请辞。虽然是因为乌道施压总理才落台的，不过不少民众是足欢喜，讲这款无能的政府早就爱落来。不过因为政局变天，庆阿本地是要派警察去斗维安，这阵是讲无爱派人去啊。Gouvernement que m'a dirigé a retiré col immédiatement après installation conseil ça. 海地帮派伫首都太子港大闹2礼拜了后，总理亨利在部队升级甲国际压力之下，拜二宣布成立过渡委员会了后，就请辞落台。过渡委员会会由海地各界切代表组成，任务是选出临时领导人，各地了后办选举，互海地用民选方式转移权力。Décision qui faite là, qui est pour nous dire merci, c'est vivre ensemble pour nous dire merci. Parce que là, nous-mêmes, nous devons prendre la RIA. Il y a foutre nos balles, il y a foutre nos gaz. On met vivre ensemble, mettre tête ensemble, il faut Ariel dehors, il faut chien dehors. 虽然亨利是互帮派动乱逼走，暗过以请辞的消息出来，反对派真欢喜，民众也拢无同情。我甲讲那bagay Ariel, parce que moi-même depuis les je connais Ariel pour un pouvoir, je connais qu'il fait un bon bagage, je connais qu'il va chercher de l'eau pour me dire son président te bali. Chaque jour nous en Ariel courir ma pour. Il démissionne m'ba ça prêter. Il rete m'ba ça t'a prêter. Vous comprenez? Donc moi me souhaiter un monde qui capable de faire un plus beau bagage pour le pays. 过渡委员会成事应顺利将权力转移予新领导人，依然是未知数。因为海地的散车甲暴力问题已经存在真侪年，帮派扩大了后，阁少想政府大会。原本要领导多个警察团派驻海地肯亚，知影亨利请辞了后，马上变卦，表示伫海地无政治行政机构状况之下，无方便去协助维安。 Right now, as you wait for the appointment of a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council, which would appoint then a new government, a new prime minister, I think that's an appropriate step for the Kenyan government to take. But we think those are steps that will happen, as I said,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and that would pave the way for this mission to go forward without delay. 美国是认为，若海地新政府上台，肯亚对恢复计划，按国国际人道团体也指出，肯亚警察过去常常发生侵犯人权，就算只是派驻海地，是不是应协助安定局势，也是一个真大问题。公司新闻齐欢迎评价。 美国总统拜登甲前总统 Trump 将拢确定摕到党代表票，今年11月大选搁再对决。另外，拜登进前咧做副总统落任的时阵，是为几甲机密的文件抓走。昨听证会议员都拢咧注目拜登记忆的问题，讲若是连文件都袂记得行，未来敢有法度继续管理国家？ My assessment in the report about the relevance of the president's memory was necessary and accurate and fair.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霍尔昨日出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拜登文件问的特检报告所举行的听证会，霍尔完成宣誓，一坐定开喙就说明伊的工作是要判断拜登敢是调岗保留，还是公布国防资讯。伊迄当时的记忆甲整体精神状态拢真重要，所以报告中才会出现善意记忆差的老人这句形容。也毋过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却将大概4点外钟的听证会变作总统大选的代理人战场。You understood when you made that decision, didn't you, Mr. Hur, that you would ignite a political firestorm with that language, didn't you? Congressman, politics played no part whatsoever in my investigative steps. But you understood nevertheless, the words didn't you, that I put in my report. Mr. Hur, you cannot tell me you're so naive as to think your words would not have created a political firestorm. You 民主党议员小连续质询的重点拢是霍尔关系拜登记忆的单位。真侪民主党人因为年纪是拜登上大弱点，不利于竞选前任。那共和党议员是质询霍尔，安怎无起诉拜登？川普煞去互起诉啊 ？Biden and Trump should have been treated equally. They weren't, and that is the double standard that I think a lot of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I see. 霍尔指出，川普的物件见效台会互起诉，是伫伊毋拿长几个月记责几项物件，也搁甲他人消费证据各讲白贼，妨碍司法公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将去互乌克兰25架无人机攻击，是有可能做燃料库着火，甚至搁有一个亲近乌克兰的军事团体嘛发动攻击，至少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不过罗西亚国防部迄边嘛有发动反攻。乌克兰几60台无人机甲火箭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夏诺夫哥罗德州的 North 炼油厂受到严重的破坏。有消息人士讲，厂内主要的原油分流设备受损，至少一半生产拢停来。这个厂每年精炼差不多1580万吨的俄罗斯原油，占精炼原油总量的5.8%。另外，一个精炼差不多490万吨的汽油，占俄罗斯总量的11%。柴油燃料的6.4%，燃料油的5.6%，加航空燃料的7.4%。另外，乌克兰也有武装代理人对边境入侵俄罗斯。Это все приурочено к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 выборам в кавычках, к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й процедуре. Вот мы граждане России. 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讲，已经甲乌克兰武装部队加破坏加侦察组织的行动拍败。乌克兰代理人至少7遍想要跨过俄罗斯边境，不过拢无成功。После интенсивного обстрела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объектов украинск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танков и боевых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машин предприняли попытку втор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и на 3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все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отражены. 俄战争2年外来，双方拢用真侪无人机攻击重要基础设施、军事设施，一个部队驻守的地点。即便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上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行动。俄罗斯讲，规工拢有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来，因也伫咧境内几个所在，甲25台拍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除了两国之间的问题，罗西亚国内反对派头人纳瓦尼的死因，有关是真使人怀疑。伊较早幕僚长福科夫才当接受媒体访问，指控就是普廷甲纳瓦尼杀死的。结果，这个幕僚就伫咧立陶宛去向亚共推啊攻击。Because we know that Putin does not only kill people inside Russia, he also kills people outside Russia. 会车官员无偌久就加做受害者，俄罗斯已经过身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亲密盟友福科夫，昨日传出互不明人士用钢铁攻击，身体真侪所在受伤。纳瓦尼发言伫网络指出，福科夫拜一暗时伫立陶宛徛在外口，互人讲看车窗，喷出去甲输了后，随去就互人用钢推拍，头骹拢受伤，已经送去治疗。就伫伊受攻击进前，才接受路透社专访，控诉纳瓦尼雄雄死亡，甲俄罗斯总统普廷有真大关系。Historically, Putin is weak because his regime is not based on institutions, on any like solid base. Putin's legacy will be very bad. 福科夫是纳瓦尼长期的支持者，我做业务调长，也捌做纳瓦尼创立的反贪腐基金会主席，
共款因为真侪摆批评普廷加做莫斯科当局眼中钉，则因为政治打压都去国外。立陶宛外交部知影福科夫互人攻击了后，表示真着惊，强调做这代志的人一定要为犯罪行为付出代价。警方咧追查凶手，目前也唔知影嫌犯的身份甲动机，是毋是甲俄国政府有关系？公视新闻徐婉玲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暗时11点再会。